有我哋6線嘅袁卓龍。當然仲有2線嘅顯利工程同興隆啊，越埋岸嘅 number 越細啊，最埋岸嘅就係第一線，離岸最遠靠騰等船嘅就係9號線度。標準龍500米嘅賽事已經展開，永明國際公開金杯賽決賽，暫時一起步呢。大熱門嘅就係4線嘅順德樂松羅浮宮龍舟隊，但係側邊2隻夾實佢嘅就係喺公開賽嘅亞軍花蓮龍舟隊喺3線，另外公開賽嘅季軍泰國隊咧5線，2隻夾住4線嘅樂松羅浮宮咧係順德隊一路咧就係一支箭咁飆上嚟，咁啊但係都要睇下咧，我哋而家嗱稍為落後咧就係三木板門健兒喺1線啊，另外睇下有冇其他隊可以爭到。佢話唔好喎，淨係睇下究竟而家睇下泰國隊有機會左右大局啊！暫時喺第2名5線嘅就係泰國隊，哇！但係一入到去紅色浮波發力嘞喎，臨到尾先嚟發力啊，越嚟越強。順德樂松羅浮宮臨到尾先開始拋離第2名嘅泰國隊，第3名嘅就係花蓮龍舟隊啊，1、2、3啊相當明顯㗎啦。跟住喺後邊咧，我哋嘅本地隊鬥得好近啊！6線嘅袁卓龍有機會爭贏9線嘅深圳線，但係後冚上嚟2線仲有顯利工程同興隆，第4名應該係6線嘅袁卓龍啊，然後顯利工程有機會搶埋嘅第5添啊！咁啊睇下第9線嘅深圳市龍舟隊臨到尾可唔可以贏過龍地啦？因為我哋都講啦，冠軍1萬美元嘅獎金，亞軍5000。季軍咧就有3000，跟住落嚟咧排落去，咁啊睇下你哋嘅名次可以幫你爭到幾多錢嘅獎金啦。咁啊冠軍咧有1萬美元，亞軍咧就5000美元，季軍就係3000美元，殿軍咧就2000，跟住第5名就1800、1500、2900去到600嘅。嗱，所以咧名次越高，獎勵越豐厚。600美元都好啦，啱啱完成咗咧，就係我哋1連2日啊，喺尖東海濱長廊舉行嘅永明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我哋請現場所有嘅觀眾，當我哋9支嘅隊伍啊經過你哋嘅面前咧，俾多啲熱烈嘅掌聲、歡呼聲俾佢哋。由今朝早上8點一路鬥到嚟而家下晝接近6點嘅時間，頂住我哋今日嘅太陽啊，烈日當空，現場攝氏溫度上到33度嘅高溫，仍然有咁絕佳嘅表現咧，值得大家俾多啲掌聲去鼓勵佢哋啊！哇！我哋今日嘅雙料冠軍啊，亦都係我哋國內嘅龍舟精英分子，中國順德樂松羅浮宮龍舟隊。我們非常榮幸，有非常多的海外團隊來到香港來參賽，讓我們最熱烈的掌聲送給3號龍舟台灣花蓮龍舟隊。3號艇呢就係花蓮龍舟隊啊，仲有靠遠少少7號艇嘅惠州市嘉樂龍舟隊，9號艇深圳市龍舟隊。薩瓦迪卡 ，Let's give a big shout out boat number 5 Dragon Boat Thailand。5號艇咧係來自泰國嘅好朋友啊，泰國龍舟代表隊。曾經咧喺前年同埋舊年咧，連續2年咧都係我哋香港嘅班霸袁卓龍體育會。當然咧，亦都有我哋香港其中另一支嘅班霸8號艇宇宙竹葉聯御龍。亦都係我哋香港國際賽方面嘅常客啊！2號艇顯利工程同興隆。
今日咧我真係覺得佢哋慢慢撐翻去啦。由今日最早8點鐘，我哋代表香港出戰粵港澳大灣區錦標賽，由第一場鬥到最後一場啊！真係好嘢！我哋今年公開賽嘅亞軍、會長盾嘅冠軍，今日最後一場搞掂啦！1號艇，我哋中國香港代表3木板門建業。終於可以淋下龍舟水啦！由今日第一場鬥到嚟今日最後一場啊，真係唔簡單。係啦，淋下啦，真係熱咗成日啊，辛苦晒。最後成績公佈，第39場次永明國際公開金杯賽最後排名。Official race announcement of the race number 39, Sun Life International Open Grand Championship Grand Final. First place champion Lane 4, Shinda China. 第一名冠軍4號線中國順德樂從羅浮宮龍舟隊。Second place first runner Lane 5, Dragon Ball Thailand. 第二名5號線泰國龍舟隊。Third place, second runner, Lane 3， 第3名季軍3號賽道台灣花蓮龍舟隊。第3名季軍3號線花蓮龍舟隊。